後來繼續是社會消息，來看台中一間美式賣場的停車場，昨暝有人拿球棍當眾人的面講被害人。原來這兩個人有債務的糾紛，都是為着9萬塊，嫌犯討錢討無，怎對起賣場甲修理。因為拍人的地點是人坐賣場，是互去採購的民眾真驚講。穿白紗做查甫人，甲八達牙關，想攏無想着甲眼前的人凶甲講落，敢若是互兩邊的車輛妨礙發揮，佫行去車道甲被害者招，叫對方出來，看人無願意配合，就佫氣噗噗也八達行轉去。事發佇咧昨暗時7點，台中北屯一間美式賣場的停車場，其他的人客看到這幕，攏互驚到，閃甲遠遠遠，記錄這個喊過的瞬間。不可以在這邊耍流氓啊！我繞跑。我連購物我都不要了，我會害怕，很可怕。應該是要馬上報警吧。事發的停車場車條是真濟，若到休困日，攏有袂少家庭做回來買物件，想袂到所發生起卡動手的事件。畫面出來嘛，隨引起討論，到底是發生什麼代誌，火氣這麼大？糾紛吧，應該是糾紛，對吧？行車糾紛對。根據警方調查，雙方是債務糾紛，互拍查甫人欠動手的蔡姓嫌犯9萬塊，嫌犯敢若是討小無成，才會帶被害人到美式賣場的停車場用暴力討小。提出對方毋但是人受傷，目鏡甲手機嘛攏毀損。本日基於鎖定犯嫌身份並課證積極查緝到案，全案依傷害毀損的罪嫌依法偵辦。私人的債務糾紛，到公共場合來討小，甚至無顧身軀邊，可能有囡仔看到會驚，也是意外去影響到無辜的民眾。這個行為實在是傷含過。Hello， 我是雷亞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